如果你係一個準備慶祝66歲生日嘅老人家，等緊你嘅唔係生日蛋糕，而係一對冷冰冰嘅手扣，你會覺得點呢？英國前王子安德魯竟然淪落到要坐臭格影犯人相，甚至將一份同香港有關嘅機密泄露俾性罪犯 Epstein 知道。到底發生咗啲乜嘢事？今日就同大家一齊睇下呢一單英國400年嚟最大嘅皇室醜聞。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嚟到環球觀察日記。英皇查理斯3世嘅親細佬安德魯喺2026年嘅2月19號，佢66歲生日嘅朝頭早，等緊佢嘅唔係嚟賀壽嘅親戚朋友，而係一場震驚全球嘅拘捕行動。就喺呢一日，全世界鏡頭都對準咗洛克福郡嘅 Sandringham 皇家莊園，因為當地警方喺毫無預警之下突襲咗安德魯現時嘅居所，將呢一位曾經高高在上嘅王子由天堂拉落去地獄。根據現場消息，警方嘅行動非常之迅速，而且規模極之大。當日朝頭早8點，幾架警車就直接駛入去莊園，執行呢一項歷史性嘅任務。警方正式以涉嫌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嘅罪名拘捕咗安德魯。與此同時，另一隊警員亦都浩浩蕩蕩咁樣去咗溫莎嘅皇家莊園，即係安德魯以前住咗幾十年、有成30間房嘅大屋，進行地毯式搜索。警方嘅目標就係要揾出任何生活喺大屋入面嘅電子裝置、文件，又或者係通訊記錄，睇下有冇更加多安德魯同埋 Epstein 勾結嘅證據。對於一向講究體面嘅英國皇室嚟講，呢一種俾人哋翻箱倒籠嘅畫面，簡直係一種赤裸裸嘅羞辱。隨後發生嘅事更加令到本來食花生嘅一眾英國市民意想不到。安德魯俾人帶到去最近嘅警署，佢需要經歷嘅程序同一個普通嘅偷車賊或者係醉酒佬完全冇分別。佢要打指模啦，留 DNA 樣本啦，甚至乎仲要影嗰張傳說中嘅犯人相。試諗下，一個成世人習慣咗有人服侍、出入都有保鏢開路嘅皇室成員，突然之間俾人鎖入去一個又窄又凍，甚至乎係有異味嘅臭格入面坐，嗰種心情落差會有幾大呢？呢一日佢唔再係尊貴嘅約克公爵，而只不過係警署入面芸芸眾多嘅疑犯之一。安德魯喺警署足足11個鐘頭，面對警方嘅馬拉松式問話，絕對係一場精神折磨。雖然法律上佢有權保持緘默，又或者全程只係答 no comment， 但係面對住警方攞出嚟關於佢同 Epstein 勾結嘅鐵證，每一分鐘都肯定係煎熬。直至到當日夜晚嘅7點幾，安德魯先至獲准保釋離開。當時有記者影到佢坐喺私家車嘅後座，成個人頹晒咁樣縮埋一嚿，面色蒼白，眼神充滿咗恐懼同埋疲態。究竟係乜嘢證據令到警方夠膽高調拉呢個皇室成員呢？原來一切都係源自於一份同香港有關嘅機密文件。警方拘捕安德魯嘅罪名係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呢個係咩罪呢？打個比喻，就好似一場世界盃決賽嘅教練收咗外圍莊家嘅錢，然後將自己球隊入面嘅內部戰術偷偷地話俾莊家知，等莊家可以開盤贏大錢。咁你話個教練咁樣係咪犯法先？安德魯當年呢係擔任英國國際貿易特使，佢嘅角色呢係幫英國去全世界嗰度傾生意、揾投資機會。佢手上面揸住嘅每一份文件，佢將要去嘅每一個行程，都係屬於國家嘅機密資料，絕對唔係可以用嚟送俾朋友做人情嘅私人禮物。根據最新解密嘅檔案顯示，最令人震驚嘅證據，正正就係發生喺2010年嘅11月30號。當日，安德魯啱啱完成咗亞洲嘅官式訪問，佢嘅助手好盡責咁樣將一份詳細嘅報告 email 咗俾佢。呢份報告入面詳細記錄咗佢喺香港、新加坡同埋越南見過邊一個大老闆啦，傾過啲咩生意啦，甚至乎係包括當地政府有啲乜嘢未公布嘅政策走向。佢喺收到呢封 email 之後，短短5分鐘之內，就將成份原本應該係要高度保密嘅國家級情報原封不動咁樣 forward 咗俾 Epstein。而 Epstein 早喺2008年，即係事發嘅2年之前，就已經係一個被定罪嘅性罪犯。呢一份關於香港同埋新加坡嘅機密情報，對於好似 Epstein 呢一類專門玩財技嘅生意人嚟講，簡直就係無價之寶。試諗下，如果你知道香港政府打算喺邊一度起基建，又或者係知道邊一間跨國公司準備撤資，你就可以預先喺股票市場嗰度做部署，甚至乎係用呢一啲情報去同其他權貴做交易。除咗呢一份機密報告， Epstein 翻嚟仲揭露咗安德魯連出發之前嘅行程都照樣 send 俾 Epstein 睇。佢曾經將自己要去深圳同埋香港嘅詳細時間表，連埋隨行嘅商界名單，通通都 forward 一份俾 Epstein。
完全無視自己同埋其他政商重要人物嘅安全風險。如果話洩漏亞洲之行嘅情報已經夠離譜，咁佢對阿富汗資源嘅操作呢，就更加係無法無天啦。Epstein File 顯示，安德魯曾經將一份關於阿富汗克爾曼德省嘅重建計劃 forward 俾 Epstein， 裡面特別提到當地發現咗極具戰略價值嘅黃金同埋鈾礦。鈾係啲咩嚟嘅呢？唔係講緊石油啊，係講緊可以整核能甚至乎係核武嘅原材料。將呢一種涉及國家安全同埋戰略資源嘅敏感資料，隨隨便便交俾一個背景複雜嘅美國富商，呢種行為已經唔係普通嘅貪污，簡直就係無視國家利益。除咗啱啱講嘅洩密，Epstein Files 入面仲詳細記錄咗安德魯大量涉及性醜聞同埋濫用職權嘅證據。文件入面提到，安德魯曾經喺 Epstein 嘅豪宅入面，一邊攞住公仔玩，一邊涉嫌非禮一個叫 Joanna Stroberg 嘅女仔，甚至有證詞指控佢曾經提議玩3P。最令人心寒嘅係，檔案顯示安德魯曾經將保護佢嘅皇家保鏢當成係 Epstein 嘅私家偵探，涉嫌指使皇家保鏢去調查受害者 Virginia Giuffre 嘅背景，甚至嘗試揾出佢嘅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同埋其他嘅個人資料，目的就係要揾黑材料去打擊呢一啲受害者。如果你唔知道邊個係 Virginia Giuffre，又或者想知道佢指控安德魯做過啲乜嘢，可以睇翻呢一條片，條 link 咧亦都放咗喺呢條片嘅下面㗎啦。而正正係因為 Epstein Files 嘅內容咁震撼，美國嗰邊嘅反應咧都極之激烈。美國眾議院多名議員睇完檔案之後，即刻公開批評美國司法部同埋 FBI 過去一直喺度遊花園，質疑佢哋點解證據確鑿都唔做嘢，甚至暗示背後有白宮級數嘅掩飾。議員 Ro Khanna 更加直接點名，要求司法追究檔案名單入面有頭有面嘅人。呢一種嚟自最強盟友美國嘅政治壓力，令到英國政府同埋倫敦警方避無可避。如果英國再唔做嘢，就會被視為包庇國際性罪行。所以英國警方今次突然拘捕安德魯，其實係英美兩國司法角力之下被逼出嚟嘅結果。對於受害者 Virginia Giuffre 嘅家人同埋其他幸存者嚟講，呢一日雖然嚟得遲，但總算係一個平反。多年嚟，佢哋嘅指控一直俾人話係想博出名，又或者係想攞錢。但係今次警方嘅行動證明咗，佢哋講嘅每一句說話都係有根有據嘅。呢一次拘捕行動，對於嗰啲曾經係被權力壓到唞唔到氣嘅受害者嚟講，係一種極大嘅安慰，證明咗法律可能有時會遲到，但係絕對唔會缺席。當然，安德魯濫用特權嘅行為又點知咁少啊？喺檔案入面仲揭露咗，佢曾經利用皇室嘅影響力去幫 Epstein 拉關係。甚至安排 Epstein 嗰架專門用嚟偷運未成年少女嘅私人飛機 Lolita Express 直接降落喺英國皇家空軍基地，幫佢避開正常嘅海關審查，將國家嘅軍事基地變成咗罪犯嘅私人停機坪。呢種公器私用嘅程度，簡直係令人匪夷所思。隨住安德魯被捕，佢面對嘅唔單止係刑事調查，仲有一場前所未有嘅政治清算。雖然佢阿哥查理斯已經剝奪咗佢嘅王子銜頭，但係要真正徹底切斷佢同皇室嘅關係都唔係咁簡單㗎。英國國會目前正係準備出重手，議員 Rachel Muskell 已經提出咗剝奪爵位條例草案 Removal of Titles Bill， 甚至首相施紀賢都指示團隊要開始研究針對失德貴族嘅立法，目的就係要賦予國會權力，可以合法咁樣褫奪佢嘅約克公爵呢個貴族銜頭。畢竟俾一個好可能被定罪嘅疑犯繼續保留代表約克市嘅公爵封號，對於當地嘅市民嚟講係一種莫大嘅侮辱。至於皇位繼承權情況呢，就更加複雜啦。雖然安德魯依家係排第8，但係要將佢踢出繼承名單，根據法例呢，係需要英國再加上另外14個英聯邦國家，例如加拿大、澳洲等等，全部同意並且修改憲法先至做得成。呢個係牽一發動全身嘅憲制大工程，未必能夠喺短期之內完成。不過英皇查理斯3世已經表明態度，佢一直推動緊嘅精簡皇室計劃，經過今次事件之後，只會加速進行。未來嘅皇室只會得返核心成員，好似安德魯呢一種負資產，肯定會俾人踢走。而喺一般民眾之間，呢件事亦都顯示咗世代嘅差異。根據現場嘅訪問，英國社會出現咗好明顯嘅兩極睇法。年輕一輩普遍覺得正義遲到好過冇到，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乎係覺得安德魯罪有應得。相反，一啲老一輩嘅英國人雖然唔支持安德魯，但係佢哋覺得成件事就係一場 show， 甚至乎係慶幸死鬼事頭婆睇唔到呢一幕，以免佢老人家傷心啊嘛。不過無論點睇都好啦，
超過90%英國人呢，對於安德魯持有負面印象已經係不爭嘅事實啦。佢已經冇晒皇室嘅光環噶啦。以前啲權貴以為只要閂埋門，拉下關係呢，就可以隻手遮天。但係喺今時今日，無論你係邊一個，只要你做過嘅壞事留有痕跡，即使過咗幾十年，呢啲記錄都一樣會變成令到你身敗名裂嘅呈堂證供。至於安德魯最後會唔會真係坐監呢？咁就要繼續等英國司法部嘅好戲啦。好啦，今集講到嚟呢一度，對於前王子安德魯嘅呢單嘢，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呢？如果唔係美國公開檔案兼且大力施壓，你估英國警方會唔會真係咁拉呢個前王子呢？定係會繼續隻眼開隻眼閉呢？雖然話就話拉咗人，但係呢，唔少人都驚最後係揾個理由輕判嘅。咁你又覺得呢一種出賣國家機密嘅行為係咪應該要判坐監先至夠阻嚇力呢？最後英國嘅年輕人呢就覺得大快人心，但係老人家呢就覺得係政治迫害。你又比較認同邊一種講法呢？歡迎大家留言講俾我知你嘅諗法啊！如果你都想支持呢一個用廣東話講下國際新聞同埋美股分析嘅 channel， 就記得 like 呢條片、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我哋下條片再見。